早晨，歡迎收睇12月4號嘅天氣報告，我係呂玉星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緊廣東沿岸，而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我哋見得到咧一道雲帶係覆蓋住華南㗎，所以朝頭早咧我哋有一兩陣嘅微雨。而氣温方面咧，截至朝頭早大約6點鐘，受到東北季候風同埋微雨嘅影響底下，普遍地區嘅氣温咧係介乎17至到19度㗎。同尋日差唔多時間相比咧，大部分地區嘅氣温咧下降咗大約2度。不過我哋預計咧，啱啱提到嘅嗰道雲帶咧會係今日逐漸轉薄，所以我哋預計日頭咧都會見翻啲陽光㗎。所以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，初時會有兩陣微雨，日頭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係乾燥，最高氣温會係大約22度。風方面會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。初時離岸同埋高地咧會係間中吹強風㗎。至於之後嘅天氣，我哋預計受到東北季候風嘅持續影響，喺本週後期至到下週初咧，華南地區嘅天氣咧會係普遍晴朗㗎。所以展望方面，我哋預計未來幾日會係天晴，日頭會係乾燥，亦都留意咧日夜温差會係較大㗎。呢一節天氣報告就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見。